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Kathy， 我喺香港浸會大學畢業，主修翻譯，參加咗勞工處嘅展能就業計劃，獲得遊學天地旅行社招聘成為共融文類測評計劃 KOL。我自己係才能兒嘅，所以最明白出行有障礙嘅辛苦同埋無奈。我哋嘅計劃就係用輪椅親身去試勻香港唔同嘅景點，例如斜路夠唔夠闊，升降機夠唔夠大，職員會唔會主動幫手等等，全部我都親身體驗過，俾到最真實、最有用嘅報告，等輪椅朋友、推 BB 車嘅家長、長者都可以安心出街玩，達至真正嘅旅遊平權。到依家，我哋已經測評咗美荷樓、南屋、大館、南豐紗廠等等，仲有好多地方等緊我哋去探索。最後，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嘅共融文類測評計劃，一齊講好香港故事。